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这个胡适走的可是叫非常奇葩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涨0.44%，深成指跌0.4%，创业板指数跌0.44%，全市成交额17500亿，较上个交易日缩量700亿元，个股是跌多涨少午盘这个胡适本来是在下跌的，结果突然一根90度拉起，这个不用猜想不用分析，一定是什么小道消息又传出来了至于什么小道消息，大家晚上再看，又是各种传言呢。总之现在也12月份有个重要的会议，大家对这个会抱有一定的预期，加上这个外媒小道消息不停的吹，这一年来甚至这2年来这样的消息都特别多不停的放风。这个我在节目一再说等到大家对这些信息对这些故事不再感兴趣的时候就是胡适暴跌的时候。消费者总会疲劳的，对吧？你这故事骗1次、骗2次、骗3次，你还能骗4次。这2天指数有所反弹，但是个股都是走的比较弱，也就是金融消费者赚钱还是比较难的。今天这个汇率大跌债市大涨，股市也是涨了，这几天都在涨。实际上呢，这3个肯定有一个是错误的，叫不可能三角。大家都知道这一轮所谓的牛市有一个理由就是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美元降息然后有很多外资要到中国来买中国资产，所以是涨，这大家还记得吧？那既然现在人民币的汇率已经破了7.31了，还在跌那怎么股市还涨呢？所以这3个肯定有一个是错误的，对吧？有一个市场是在勉强强撑，哪个市场大家自己去想。胡适你是关着门自己玩自嗨这么硬撑能撑到什么时候，对吧？这个汇率下跌这已经7.31了，毫无悬念的突破了咱们前几天还说这7.3肯定要破的这么快这么干脆。这汇率下跌代表这个外资在流出，人民币贬值，债券大涨呢，它反映的是机构资金风险偏好低，就是因为债券这样的产品品种它是风险小那大家都看重债券，对吧？所以债券它就会涨，资金扎堆买债券吃那个利息。所以这几天股市、债市、汇市这种反常走势债市、汇市实际上跟股市密切相关。因为债市强，股市就弱；汇率跌，股市也弱。结果恰恰相反，股市这几天还在涨，叫逆风飞扬所以今天最近这个走势股市、债市双双走牛，这是不可持续的，要么就是债市暴跌，要么就是股市下跌。前一阵子央行不是这个新的工具嘛，叫支持资本市场2项新工具，这个政策推出来有2个多月了，但是说落地执行至少效果不佳，大家没有看到什么效果。专家学者都认为这2项工具没有起到作用。中行回应说2项工具是稳定器，不是促进器。11月28日在中国银行研究院新闻发布会上，中国银行研究院中国金融团队主管李佩佳回答第一财经提问时表示，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互换便利2项工具作为支持资本市场重要创新工具，对于盘活机构资产流动性、增强资金的有重要意义，但市场要客观看待，2项工具是稳定器的工具，起到稳定作用而不是促进器的功能，这是工具的本质。这官方告诉大家出台这2项措施，这2个工具是稳定市场，不是促进市场走牛，它是要稳定。此前落地了2大支持资本市场的货币政策工具，一是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以债券、票、ETF、沪深300成分股等资产为抵押，从中国人民银行换入国债、央行票据等高级流动性资产，首期操作规模5000亿。二是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支持其回购和增持上市公司股票，首期额度3000亿元，年利率1.75%。目前看是雷声大雨点小，这2项工具落实情况不佳，没有达到预期。那官方的解释是我这是稳定作用，稳定了就说明它已经达到预期了。
我们再看这条新闻呢，这个新闻就厉害了。同花顺12月3号报道啊，说上海全域试点科技企业员工持股贷，单人最高授信2000万元。记者获悉啊，近期上海金融监管部门已将科技企业员工持股贷试点从临港新片区、江江等区域全面扩大到上海全市。该创新举措走在全国前列，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全新融资渠道。去年开始，上海金融监管部门在临港等个别区域先行先试，允许部分银行开展科技企业员工持股计划和股权激励贷款业务试点。上海此次试点破冰的科技企业员工持股贷，旨在为科技高管以及核心员工提供相应的股权融资渠道，将个人融资贷款专项与股权投资注入科技企业，既为企业解决资金问题，又支持了员工持股计划，让员工在未来有机会获得公司股权收益。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科技企业员工持股贷业务试点的单人最高授信额度2000万元，企业单次最高额度为1亿元。这个新闻啊很有意思啊。首先一个，他没有说啊这个科技企业是已经上市的科技企业还是未上市的，这两个性质不一样啊，也就是风险等级不一样。我推测啊，应该是上市企业。如果是非上市企业，员工持股，他跟这个银行借钱呢，银行贷款给员工，员工拿这个钱去相当于买公司的股份，员工就持有了公司的股份，然后呢公司呢有了钱，但是问题是银行任何贷款它都有抵押，它不能空放啊。那这个抵押物是什么呢？那肯定是这个科技企业的股份，拿股份做抵押，完了之后自己要做征信，自己做担保，然后这个企业恐怕也要担保。我是推测啊，银行试点啊，给这个员工贷款，专项呢用于投资这个自己的公司。那么非上市企业那个股权啊，它很难评估它的价值。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不能流通，就不能在二级市场流通啊，那你这个很麻烦。所以银行一般的是不要这非上市企业的股权的。所以我推测啊，它应该是上市企业。如果是上市企业，那就是员工参与这个持股计划或者叫增发，这个有很多案例啊，这是可以的。那员工一晚上怎么弄呢？一晚上自己凑钱啊，自己想办法贷款，自己把房子押出去，自己跟其他股把它一借钱来参与这个持股计划。那现在呢不需要了，现在由银行啊直接给你贷款，你只要有持股计划，银行给你贷款，然后你把股票押给银行，然后自己再做一些征信措施，公司再担保，应该这么个措施。但问题是啊，这个是个双刃剑，那就相当于银行借钱给职工买公司股票，这个和银行借钱给韭菜买房子是一个道理。房子涨了你就高兴，乐开了花，房子跌了呢，你开始骂银行。房子一跌，你把房子卖掉之后，你还欠银行的钱。股票也一样啊，对吧？你这个持股的价格是10块钱一股，到时候你跌到2块，你欠银行一屁股钱，你把你的股票卖掉根本不够。不是说你股票卖掉了你就不用还银行了，你还欠银行钱呢，你终身的还债啊，对吧？到时候银行把你的股票抛掉，钱不够你还得补啊。这个双刃剑啊，有利有弊，也就是取决于你的公司的股票。熊市的时候很多公司增发员工持股，员工都破产了。我记得有个叫东方雨虹的吧，还有很多企业员工持股计划都腰斩，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风险。如果是非上市企业，那风险更大，因为它面临着还要上市，也可能上市不成功，上市成功了也可能要破发，对吧？比你原始的持股价还要便宜，那不就更麻烦吗？如果大家不理解的话，你就想象一下，韭菜买安监房，买这个房子按揭贷款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按揭贷款因为贷款额度大，你是分期付款，分期还，这个估计不是分期还，到期一把还。当然了，如果你这个企业像这个英伟达、像苹果，甚至像茅台，那是值得这么干，对吧？那就相当于银行借钱给你加杠杆，助你起飞呀，帮助你腾飞，这完全有可能。问题是这样的企业多吗？大部分企业啊都像石头科技这样。这个媒体报道啊，石头科技董事长套现9亿，董事长套现9亿后反劝投资者耐心点。近日，石头科技董事长昌进在抖音平台发布了众多关于其个人参加沙漠越野活动的视频，此举引来石头科技投资者的不满，认为昌进有些不务正业。有网友在其抖音评论区表示，作为公司总经理应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汽车上，希望作为总经理应该更专注专业。还有
网友戏称啊，祝贺昌老板用石头科技圆了自己的汽车梦。面对越来越多的负面言论，昌晋多次在其社交平台对此事做出回应。11月29日，昌晋再次发布视频表示，铺天盖地的评论为其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他希望持有石头科技股票的投资者可以耐心一点，现在是一个战略转型期，特别是一个阵痛期，势必会带来公司一些变化，这些变化都是为了以后更长远的发展。这种解释显然是苍白无力的啊，难以说服众多石头科技的投资者。此前就有不少投资者在其社交平台评论区称，昌总传递信息不能光靠嘴，今年你高位减持，公司股价却逆势大跌，难道不该回购？据悉，去年3月至今年6月，昌晋通过集中竞价和询价转让等方式多次减持石头科技股票，累计套现8.88亿元。董事长套现将近9个亿，然后劝这个金融消费者啊，你们要耐心一点，多给公司点时间，我呢先撤了，对吧？这股票你们喜欢，我拿出来全卖给你们，不要抢，好东西啊，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么一说也有道理啊，对吧？大家都喜欢石头科技，那人家董事长把股票拿出来卖掉，也说得过去啊，这叫忍痛割爱。最近这个玄学炒作啊，玄学炒股是越来越火啊。有专家说啊，玄学炒作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但潜藏极大风险，热度退去后一地鸡毛。新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傅一夫发文指出啊，说奇葩的玄学炒作剧情为什么反复在 A 股上演？在我看来，主要是与 A 股市场投资者的结构有关。A 股市场是以散户投资者为绝对主体，时不时爆出的大消息和大事件，刚好迎合了相当一部分散户群体对于短期热点炒作的渴望。而随着消息的发酵与全民热议，很多散户便萌生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愿买错也不愿意错过的念头，由此引发了市场对于相关概念股的跟风式炒作，继而造成了股价的频频异动。你看看，说来说去还是这个市场是一个散户为主的市场，它就好不了。只要是散户为主，它炒成这样就很正常。说就像近年尾炒蛇，虽然很多人都知道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硬核逻辑和投资价值，但是就有人愿意相信，而且随着跟风的人越来越多，股价自然就涨起来了。不得不说，这一波炒作的确是撑死胆大的，饿死小的。不管是由什么事件引发的短期概念炒作，本质上都是一种情绪驱动投机行为，表面看似有暴涨大赚的机会，但这种炒作常常会忽视投资的基本原则与公司的长期发展趋势，因此潜藏着极大的风险。不要紧，赔了散户可以继续叫苦啊。一旦事件热度退去，或者市场情绪发生转变，这些被拉高股价的概念股便可能会迎来巨大的价格波动，最后落个一地鸡毛的下场。而缺乏经验和辨别能力的投资者，在被眼前市场热点所迷惑的同时，往往会来不及反应，到头来成为高位站岗的接盘侠，账户也可能蒙受大幅度亏损，实在是得不偿失。但是啊，这个道理都懂，那为什么散户还去炒呢？还要飞蛾扑火呢？无非就是认为啊，自己不是那个接最后一棒的。所以说啊，这有专家呀，这应该是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啊，叫程序的，他就明确说了啊，建议老百姓不要去炒股。大家看视频，我是反对老百姓入股市的，可能跟我们宏观经济不太吻合，但事实上我们不是专家，我们炒不了股，我们也不是机构有那么大额的资金去进去出，我们就是扮演的被割韭菜这个角色，所以我在这里公开的讲，我不主张我们没有专业技能、没有投资技能的普通的老百姓入市。到了股市，赚了你走吗？你不走。输了你走吗？你也不走。最后没办法了，无可奈何，黯然离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不要去扮演那个被割韭菜的角色，老老实实做你的工作，挣你的钱，过你的日子。唯有消除这种投机的心理，你才能过一个安稳的日子。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叫直指人心，就是说涨了你卖吗？对吧？跌了你更不卖，最后你只要一进去，最终都是无奈出来，就是实在憋不下去了，坚持不了了才出来，否则涨了你也不走，跌了你也不走，你最后就是赔得稀里哗啦的，割肉出局。有人经常说，哎，我赚钱了，你记住了，落袋为安，你只要还在那个市场，你还在炒，你就不能说你赚钱了，因为那个是账面资产，对吧？也就是账户的最高
高峰啊，这个数字不是真正的财富，而是你参与这个市场，市场给你的一个烙印。这个其实是一场梦啊，其实是幻象、虚幻的，但是啊，会让很多人认定啊，这个本该是属于他们，所以他立志啊，要回到这个最高点。比如他账户曾经到过150万，现在只有50万了，所以他就等着啊，总有一天还要回到150万啊。正因为这种执念啊，让很多人血本无归啊，越赔越多。所以这个专家说了，老百姓不要炒股，除非你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对吧？你有资金来源，那你跟一个机构差不多了，就你的认知、你的操作手法、你对自我的认知、自我的认识和控制，对吧？你比机构不差，这种人少之又少啊。如果你真的有这能力，你恐怕做别的一样能成功啊。但是这个专家的话啊，也太绝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认为现在这个市场，这个韭菜啊，老百姓应该远离，因为它这个猴市上蹿下跳，人为操纵。但如果一旦啊，它病治好了，咱们确实啊，基本面改善了，监管的制度漏洞没了，各方面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成熟，那些藏在上市公司后面的妖魔鬼怪，那些靠山，对吧？利益链斩断了，胡适走一波慢牛，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参与，因为这个时候不需要你是有什么太强的专业知识，对吧？实在不行你买指数股，对吧？这个什么 ETF 或者选一只质地不错的股票，买了放在那儿，因为它走的是慢牛，水涨船高啊，那么这个赚钱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但是目前啊，我支持这个律师的说法，远离股市啊。3年前我就说了，我做这个自媒体节目第一个节目就是劝大家远离股市，对吧？远离港股，就现在看都不过时。最近啊，这个经济学家任泽平对股市啊也有新的看法了，他不仅跟这个但斌啊两个人握手言和，这个任泽平啊自己也反省了，现在啊他更进一步的反省啊。任泽平说啊，比刺激经济更重要的是法治化和市场化，保护民营经济堪比10万亿刺激。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制度经济学表明，法治化和市场化的制度才是现代经济的财神爷，这也是当前经济形势关键之关键。你看看啊，任泽平以前天天喊着就是搞什么住房银行，对吧？政府收储化债，现在回头说这不行，关这个不行啊，仅仅你什么10万亿刺激，你还得市场化。我不知道任泽平他真的是反省之后得出这么个结论，还是说纯粹就是随口这么一说。如果是反省过后得出这么个结论，那么他以前啊老是希望政府就收开发商盖好的房子做保障房，这个是市场化吗？是法治化吗？法治化就是让这些企业该破产的让破产，这叫法治化。市场化就是谁有钱谁来重组，你看好这个项目，这项目烂尾在这儿，我有钱我来重组，这叫市场化。任泽平走了一圈弯路啊，现在又说法治化市场化。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锡进老师啊，胡锡进老师现在为这个叙利亚的局势啊，那也是操碎了心啊， CPU 都干烧了啊。这几天为这个叙利亚发了好几篇微博，都是满脑子问号，就是搞不明白到底出啥状况了啊。今天继续懵逼啊，胡锡进老师啊也有他评论不了的事了。他说这个英法德美4国就叙利亚局势发表联合声明，其态度很特别，出人意料。声明居然没有谴责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也没有支持反对派，而是令人惊讶地保持了中立，表示当前局势升级凸显出迫切需要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54号决议，开展由叙利亚人主导的政治解决冲突进程。胡锡进老师一头的问号啊，说啊，英法德美怎么了？他们这是立地成佛了吗？以往美国如西方盟国如果针对中东局势发表联合声明，通常都有一个明确的谴责目标和一个明里暗里支持的对象，这次的中立声明实属罕见。是什么原因让这4个大国失去了立场呢？胡锡进老师啊，到最后也没找出答案。他说啊，这个美国还有西方盟友比较忌惮这个 SIS， 但是土耳其呢又支持什么沙姆解放组织叫 TS， 俄罗斯支持阿萨德。最后胡锡进老师得出个结论啊，他说美国什么时候真心呼吁过冲突双方克制？当他带头提这种要求时，其潜台词就是你们互相打吧，彼此消耗。实际上啊，叙利亚的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就简单的去理解。俄罗斯支持的是阿萨德政府，那土耳其这个埃尔多安呢，支持这些什么阿姆解放组织啊，打击这个叙利亚的政府军，让俄罗斯啊疲于奔命，这就是好事，就是简单理解。这个普京现在是顾头顾不了尾，顾得了乌克兰战场，顾不了叙利亚，顾了叙利亚他顾不了乌克兰战场，对吧？四处起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为什么这次中立呢？实际上啊，在叙利亚应该有3股势力，如果
你细分的话，恐怕还有更多的势力，但是主要是3股，每一股势力后面都对应着一个集团。那么政府军这儿就是阿萨德政府，它背后啊对应的是俄罗斯，还有某一个印度国。还记得阿萨德去寺烧香吧，没有磕头求佛祖保佑，是一大失误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第二大势力呢就是库尔德人，这个库尔德人是反叙利亚政府，但是他更多的他是要独立建国。这个库尔德人呢，在土耳其也有，在什么黎巴嫩恐怕还有，伊拉克也有。这个库尔德人是历史上也比较惨的一个民族，搞得四分五裂啊，他们一直想独立建国，所以啊，在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他也要分裂，也要独立。那么叙利亚还有一派叫反政府武装，也就是这个沙摩解放组织。这个沙摩解放组织啊，它是以这个逊尼派啊，就是宗教，总之它跟宗教有关系，所以它多多少少也跟以前的什么基地组织啊 IS 也是千丝万缕的关系。土耳其人呢，那肯定是要打压这个库尔德人，然后支持这个反政府武装，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他们是支持库尔德人，所以这一次啊是沙摩解放组织，对吧？这一系列的反政府武装在土耳其的支持下，向这个阿萨德的政府军发起进攻，矛头并不是对准这个库尔德人，也就是库尔德人现在不知道躲在哪儿猫着呢，所以说不关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的事，他当然保持中立啊。在叙利亚实际上是3国混战，3种势力在那交织在一起。在美国、德国、英法他们的眼里，这个沙摩解放组织啊，也不是个正经组织，也可以归类啊叫恐怖组织。即便不是恐怖组织，那已经离恐怖组织啊就差一步了，所以他们也不喜欢。他们当然反对这个阿萨德的独裁政权，所以他2个他都不支持。所以这个阿萨德现在今天居然啊给小霸王打电话，他支持小霸王打击这个极端组织，也就是逊尼派，也就是所谓的抵抗之虎。抵抗之虎有部分成员现在在叙利亚，这个阿萨德要跟小霸王一起联合剿灭，分头剿灭这些恐怖分子。你说这个世界乱不乱吧？俄罗斯跟阿萨德政权本来坐在那儿啊，笑看逊尼派，对吧？这些捣乱分子、恐怖分子搞乱这个小霸王，结果小霸王没被搞乱，叙利亚自己先乱了，现在又火急火燎跟人家联合，结果伊朗，对吧？现在又支持这个阿萨德政权，阿萨德反过来又找小霸王帮忙，你说这叫什么事？也不怪胡锡进老师脑子烧掉了，想不明白了。最后胡锡进老师啊，他用了他的万能公式啊，反正一切啊，那都是美帝的错，说1000道1万，你美国有责任。这个胡锡进老师在分析叙利亚局势的文章里面，一个字都没提库尔德人，你说明他根本就不了解。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还是主要是胡锡进老师啊，他还是先立场为主，戴着有色眼镜去看这些问题，所以总是笑话百出啊。那作为我们，实际上应该是非常复杂的这个情感啊，因为土耳其支持的这帮人里面，他还混杂着东突分子，所以这玩意儿你又不能细究，所以咱们最后啊只能简化，也就是说他给俄罗斯造成了麻烦，那只能啊咱们先看笑话，这个也就是美德英法他们中立的原因，也就是先看一段时间笑话。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